20立法院会调阅公行，落尾国民党甲民众党联手三读通过选罢法、宪法诉讼法甲财违法等法案。总统热情伫半暝伫咧社群平台答文，讲这个法案无经过充分讨论，无重视民意，而且侵害司法独立，冲击国家资源分配的公平正义。因此，刘德英提讲会依照宪法行，利用救济权力捍卫宪政。院长，怎么看立院修法通过？和风台开面造成大水冲派去的代替，西小清水溪桥经过5个月终建完成，12月2日恢复通车。行政院长杜英台早起去视察地时，讲到尾也表示，中华民国政府的体制已经改变，5依体制实行，中央甲地方长期啊，未来应该安怎甲地方合作，必须好好检讨甲整理。如果按照昨天在立法院通过的那个内容，未来台风来临，行政院也没有任何的能力来到各个地方去。地震来临，地方政府要自己非常的勇敢去面对，各种的建设很多势必要中途停摆。杜英台也表示，相关法案难以推行，无经过民主审议程序充分来讨论，将依照宪法所赋予的救济权利来捍卫宪政的特殊。总统赖清德深夜伫社群平台发文，讲这法案无经过充分的讨论，无爱出民意，唔拿剥夺人民的监督权，也侵害司法独立，冲击国家资源分配公平正义。我要呼吁赖清德主席、赖清德总统，以台湾长治久安为念，而不是民进党一己之私，或者是个人的权利做考量。怎么会有一个国家的总统利用自己党主席的身份，下令纵容自家的立委，要瘫痪国会对于行政权的监督？民进党团总调郭建明是批评国民党甲民众党是恰才讲假，不过台湾人民无闭关的权利，应该爱团结。这一次蓝白是要亡我媚台，引狼入室。我要拜托台湾人民，我们不要妄自菲薄。这个历史的一刻的时候，我们每一个人都要站出来。立法院会20经过几工议事公行、选罢法、宪诉法、财违法这修正案三读通过。财政部讲，立法院无经过充分的讨论就三读通过财违法，表示遗憾，会对中央财政造成严重的冲击，影响全民的福祉。司法院也回应，立法院三读修正通过宪诉法部分条文，触及宪法法庭庭事自主的运作，严重影响大法官集权的行使，造成宪政机关运作困难，深深表示遗憾。记者综合报道。